讲闪电是天的锁匙，锁匙拍开有雨水。阿嬷不捌你，但是有一张情批写予伊。经过几十年捌拆开，伊讲啥字不如收拾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上适合你，无留半日就断了过去，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上适合你，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，情批拢无你痴心变痴迷。我甲阿嬷问，阿嬷的情批是写啥物？伊讲情人要爱无勇气，才来用你骗情意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上适合你，无留半日就断了过去，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上适合你。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，情批拢无你痴心变痴迷。我甲阿嬷问，阿嬷的情批是写啥物？